2024新世代主播夏令营第二梯次活动，8月14、15在双子星电视台登场。课程首日，邀请到南台科大黄琼英老师，向小学员们介绍 AI 这项新科技，并教导大家利用 AI 网站制作图文报告。产生哦，来倒数，我们来倒数3、2、1 ，Go！ 哦，出来了，好快哦！中嘉宽屏3冠王双子星郭文吉、秦蜜纯2位当家主播，也在课程中分享新闻怎么来，以及播报新闻、主持节目的诀窍与重点。问问题的时候要尽量的详细啊。那老师今天也有列了一些采访的提纲让大家参考。我们遇到了区长要问什么，好，遇到里长要问什么。里面教到的东西呢，其实以后你们上班也都会用到，因为你们上班要不要去面试？要面试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们跟他讲话，是不是口条要训练好？要怎么面对镜头？要不怯场，不要紧张，这都很重要。其实主播的训练就会训练到这些。主播夏令营也在课程中加入了媒体识读及第3公用频道推广，与学员分享如何当个聪明乐听人。这张图也是啊，地上摆一个6，有人看是9，有人看是6，对不对？所以想跟大家讲的都是什么是媒体识读。网络这个讯息不要乱相信，因为如果你一点进去，可能就会手机中毒。没有，你们看换个角度。那怎么样预防吗？刚老师有教吗？先去看别人留言，或者是自己去问亲朋好友或者自己的爸爸妈妈。活动来到最后的重头戏，登台报新闻。学员们在听完老师的讲解示范后，每个都跃跃欲试，积极展现他们这2天在主播营的学习成果。大家好，我是陈燕婷。大家好，我是黄玉安。大家好，我是施凌瑜。大家好，我是杨田瑞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怡轩，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。中嘉宽屏3冠王双子星举办2024新世代主播夏令营，带领学童了解节目制作流程，学习采访新闻、播报新闻以外，还融入了最热门的 AI 课程，丰富有趣，让参与的营队同学收获满满，也更认识媒体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感谢您收看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感谢您收看，感谢您收看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感谢您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。中嘉宽屏3冠王双子星副理罗启俊也颁发结业证书给每位同学，鼓励肯定他们在主播营认真学习的态度。副理罗启俊表示，公司每年暑假都会办理主播夏令营，课程包含新闻采访、节目制作、主播仪态、口语表达、媒体识读、AI 科技等课程，内容丰富有趣且完全免费。明年活动也欢迎大家踊跃报名。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。